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咱继续要来讲这个龙田水利会法第一立法院顺利三读过关。打来，全国的龙田水利会全部改制做公务机关。这个龙田水利会主要是掌控着农业的灌溉的用水，也就是讲灌溉区的水门掌握伫个少数人的手内，少数人佫掌握着水利会金流。长期以来，滋养着地方的派系。就是因为水利会会员真多，佫有精密的组织系统，所以选举的时阵是拿力小钱要争取的条啊卡。全国农田水利会若是全部改制为公务机关，民进党立委认为讲用水不平均、甲防大水问题拢会使解决，可以扩大所谓照顾农民用水的一个范围。排水如果失修的话，就会变成大雨来的时候的一个防洪的一个漏洞。有必要把一个排水从最上游到下游这中间的区排啊，怎样都必须要把它一次性的整治到位。要么出现水利会系统的立委部分拿力拢无赞成，违反这个。地方主地，违反民主。法案本身还很粗糙，对于农民的福利，对于农民的这个权益，有哪一些改进或者改善，这些在农委会都没有提出来。水利会在1922年日本时代就成立吧，目前全国总共有17个，掌握着灌溉设施的系统，灌溉面积超过37万公顷，会员人数差不多是146万人，资产超过3000亿。因为组织系统真绵密，水利会时常被当作拿力白条卡的单位。那地方选举真重要，更个是总统大选评价必经之地。开始民主化以后呢，所以它变成一个组织动员的一个工具，那个就是一个公民团体啊。如果这样讲起来，你不能说因为它现在是好像比较靠这个国民党嘛，你就把它整个就把它变成收归国有，然后找自己人去。未来水利会若变成公部门，政治纷扰无一定会结束，那个恶斗恐惊会搁加一项。